农历年将要来到，台南市议员陈怡珍用爱大理加洲内镇结合爱心的店家海鲜粥，加知名的部落客台南吃货爱吃花，特别送餐给仁安基金会的家友。24、25两天，总共捐赠130份的餐点，希望给平时无厝可回去的家友，嘛会用感受丰年季节的温暖。今天主要是非常感谢我们在安平的先来碗海鲜粥的黄老板非常的有爱心因为他有感于说现在过年快到了希望说所有的弱势朋友可以在年前吃到一碗热乎乎的热食所以他今天特别来到了仁安基金会，那一连2天总共准备了120碗的这个热热的海鲜粥，要让所有的弱势朋友呢可以吃得温暖，然后心里也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的爱心。那也希望说抛砖引玉，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关怀弱势朋友的行列。所以再一次感谢包括美英爱达利议员，还有周丽晶议员的主任一起来关心也再次感谢我们先来碗海鲜粥的黄老板的爱心。在部落客台南吃货爱吃花的引荐，结合安平先来碗海鲜粥黄思琪头家的爱心，现场议员甲助理嘛斗相共发送，并且递赠1块的红包，让家友嘛会感受过年的气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